呢個可能係全港最有性價比火鍋定量放題，都係88蚊起咋。面前所有食物同埋飲品，全部都係任飲任食，係咪真係咁抵先？大家好啊，我係小黃，又要努力拍片賺點擊買大屋俾老婆啦。今集帶大家去滾，唔係食火鍋先正確。如果一個人去食火鍋放題，有時又食唔到太多，同朋友去食，大家想食嘅湯底又可能唔同。話說牛站尖沙咀推出咗限時優惠，88蚊起呢，除咗有大量火鍋配料任揀，小龍蝦任食，而家升級咗，連無酒精飲品都可以無限任飲，仲包埋雪糕機雪糕一杯添。哇，仲抵過我之前介紹嘅一人火鍋，可能係全港最有性價比嘅火鍋定量放題。今次就邀請我過嚟同大家去體驗一下。呢個75分鐘午市定量火鍋放題，逢星期一去到五12點去到4點供應。嗰日都有唔少上班一族嚟食噶，一個人嚟食都冇問題。首先就揀湯底，然後再揀肉類。定量火鍋就包一碟肉類嘅，另外多款嘅牛站特色湯底都可以揀嘅。中意重口味定係清清地嘅湯底，由自己話事。火鍋以一人一鍋嘅形式，我就揀咗麻辣湯底。呢款湯底我睇介紹係用咗牛油啦、青花椒、紅花椒同埋10幾款嘅中藥材香料，慢火熬煮6個鐘而成。入口就唔係死辣嗰種嘅，食材落去淥一淥已經係好夠味噶啦。肉類就揀咗美國豬梅肉片，呢碟肉都幾大碟下噶。你問我，其實都夠食噶啦，因為仲有其他配料任食噶嘛。等我錄一塊美國豬梅肉片試下先。豬梅肉片呢係大塊有嚼頭嘅，呢款湯底食落又麻又辣，係辣得過癮，同肉類都夾。當然啦，就唔好期望係咩靚肉，但求就開開心心平平地食翻餐就算啦。如果你想食得再好啲呢，都可以加錢揀其他肉類嘅，不過呢款都夠玩噶啦。放題熱分可以任食，最正連麻辣小龍蝦都可以任食啊！呢啲開胃前菜、小食、生果全部可以任食。至於呢啲唔包括嘅食物都有牌去提示。平時喺外面食一碟麻辣小龍蝦，價錢都唔平噶，今次就可以食翻夠本。小龍蝦處理得夠入味嘅，麻香嘅味道呢係直滲蝦肉，係辣得過癮。基本上每次嚟牛站呢，我都會食幾隻噶。韭菜餃裏面除咗有韭菜，原來仲加咗其他爽脆嘅配料添，食落就多咗層層次。西蘭花係加咗芝士，將蔬菜清新同埋芝士嘅淡香二合為一。之後仲有芝士脆肉瓜，脆肉瓜咬落多汁，而且夠爽脆啊！再加埋芝士襯托之下，我認為仲好過頭先嘅西蘭花添。外面醬料區多款醬料任你揀嘅，你中意加蒜蓉又得，加芫茜亦都得。今次真係混醬啦。其實個湯底都夠味嘅，如果你覺得湯底太辣，不妨呢就加少少混醬，可以增添風味之餘，又可以減低辣度。定量火鍋放題，外面所有嘅丸類啊、菜類全部都係任食啊，真係花多眼亂。丸類就唔係普通嗰啲咩牛丸啊、魚蛋咁簡單噶，係有多款嘅特色丸類選擇。食火鍋又點少得飲品啊？之前定量火鍋放題淨係包一杯飲品，實在唔夠喉啊！而家就升級咗，雪櫃所有嘅非酒精類飲品全部都係任飲，冇錯，全部任飲。飲品選擇仲齊過便利店啊！只要係無酒精飲品就得噶啦。平時嗰啲珍珠奶茶外面買都要10幾蚊一杯啦，而家可以任飲。小青桔用嚟燒製都幾好嘅，咖啡任飲，呢啲都係任飲。嚟到就唔使就住咁飲啦。我哋一於試試丸類，倒完再倒，倒完再倒，記得食得晒先好。咁多丸類當中呢， XXL 級嘅蟹柳可以用超長嚟形容。蟹柳大條軟滑，視覺效果同口感都幾過癮噶。
之前喺長洲見過嗰啲大魚蛋呢，放題都可以食到啊！魚蛋就好似乒乓波咁大粒，大魚蛋質地都爽彈嘅，大大粒自然夠過癮。我認為麻辣火鍋要有鴨血先夠完整嘅，比較特別，鴨血係要掃 QR code 落單，鴨血同麻辣湯底就最夾噶啦，佢吸收晒湯汁嘅味道。雖然定量放題淨係包一碟肉啫，又俾我喺外面揾到，原來有醉雞翼噃，醉雞翼都幾大隻下噶，係幾有酒香，帶少少甜味嘅，可以平衡翻麻辣嘅刺激感。唔想浪費時間，可以一邊錄嘢一邊食下開胃小食，刺激食慾。呢款麻辣魚皮呢，食落係麻香爽脆，辣辣地，令人胃口大開。原來仲有醉豬手添，佢就唔係鹹噶，係有淡淡嘅酒香。食火鍋都要食翻啲菜嘅，其實我出去食飯呢，好少食菜噶，原因包你估唔到，因為我有偶像包袱，我係好怕啲菜蝕牙啦，而自己唔知噶，所以出去食飯就比較少食。食粟米就冇呢個問題啦，我都係食粟米好啦。食到呢度應該夠飽啦啩，仲唔夠？整多包麵，乜都夠飽啦。雖然定量火鍋放題就唔包括雪糕、雪條、甜品，但係就包一杯雪糕機雪糕。等我教大家一個升級食法。首先呢，就擠一擠柳紋雪糕出嚟，再瘋狂咁樣加 Nutella 榛子醬，唔使客氣噶，令到雪糕有多重口感，咁就夠晒正啦。好邪惡，食完再減肥啦。最後可以食翻啲生果，都係任食噶。估唔到西瓜有幾甜噃，哇，簡直飽到上心口。等我做個總結啦。雖然75分鐘用餐時間就唔算長，但係以呢個價錢有咁多嘢食，性價比係幾高。100蚊都唔使就可以食完，捧住個肚拍拍屎忽走。我認為幾適合一個人或者附近上班一族，因為通常放飯時間都係1個鐘，嚟到食呢個定量放題，一人一鍋就啱啱好啦。當然啦，你想慢慢享受嘅話呢，午市放題價錢都唔算話好貴，仲可以任食4個鐘添。有興趣可以參考一下。最後介紹前往方法，大家可以坐港鐵去到尖沙咀站，然後由 B1 出口離開港鐵站後轉右再向前行，去到呢個位置轉右再向前行，前少少就到啦。唔知道大家對於呢個經濟定量火鍋放題有乜睇法呢？不妨留言話俾我知啊！今集時間差唔多，記得要訂閱、讚好同埋撳埋旁邊嘅鐘仔。多謝各位收睇，開心嘅時間過得特別快，又係時候講拜拜，拜拜。